如何數碼點餐？先付款自行取餐，無座號。第一部分，商家打印點餐二維碼，點擊左上角3條橫線，點擊設置，點擊店鋪，點擊自動點餐右邊嘅二維碼 icon， 再下載打印生成出來嘅二維碼貼喺點餐區。第二部分，顧客掃描自助點餐，用手機掃碼點餐區上嘅二維碼，打開自助點餐頁面。就餐方式可以選擇堂食或者自取。以下用堂食為例，進入自助點餐頁面，瀏覽菜單並挑選菜品，點擊清空購物車，系統將提示確認清空購物車。選擇確認即可清空購物車，重新選擇菜品。選擇好菜品以後，點擊右下角選好了，即可進入下一步。如果未登錄會員，直接進行結賬，將顯示以下頁面。如果已經係會員，選擇電子郵箱登錄或者手機號登錄。如果仲未註冊會員，點擊會員註冊，填寫註冊信息。註冊會員需要填寫用戶昵稱、密碼等信息。填寫完成後，點擊立即登記。顧客選好菜品後，點擊選好了，點擊提交訂單。Posify Kitchen 支持多種付款方式。選擇支付方式，點擊下一步。支付完成後，頁面會顯示餘下單據，其中包含取餐碼、餐品詳情同就餐方式等信息。餐廳屏幕會顯示製作中同請取餐嘅訂單單號，當單號出現係請取餐一欄，說明菜品已經製作完成，可以前去取餐。